Yo， 日本就現場又係我一哥，今日介紹呢一個咧 Episim 啊，日本貴婦頂級美容液。去片介紹。嗱，呢個 Episim 咧係講緊由樂敦超過110年嘅藥品技術公司去製作嘅，係用最高科技嘅製藥品質去做一個嘅美容液。咁你諗下有幾勁啦？咁啊，只能夠喺啲咧日本嘅超大商場嘅專櫃買到。咁啊，你哋上網去 research 下佢就知道佢有幾把炮噶啦。開俾大家睇睇。哇！嗱，貴婦嘢就真係貴婦嘢啦。咁啊〜佢用咗咧係最頂級嘅原材料，包括燕窩啊、珍珠末啊、同埋石榴啊、萃取嘅原材料。咁佢勁嘅地方就係咩咧？淨係用食物就可以激活到細胞，從而可以將你抗糖啊，同埋令到你皮膚嘅蛋白質係唔會流失嘅。咁所以啦，有好多朋友仔咧喺日本咧係25歲開始就應該係要飲呢一款咁嘅營養液。咁但係通常做到呢個咁嘅技術咧，就應該得呢一個牌子啦，得唔得？示範一下點飲，咁啊好簡單嘅啫。咁啊佢本身有一個咁嘅啪咗佢。開咗個蓋，咁啊好細心嘅喎，咁佢有埋咧個即係飲筒仔俾你咁樣嘅，咁啊喺個飲筒仔度飲啦 ，OK， 飲一飲俾大家睇睇，個味道係點樣？美容液我都飲過好多噶啦，但係呢款美容液咧，點解我都會推介大家咧？第一，小弟個年紀都老啦，咁啊所以一定要咧補充骨膠原，飲落咧少少似一啲石榴汁嘅味道，唔難飲嘅，每日飲一樽，皮膚靚到爆燈，咁啊所以好似我一哥咁嘅皮膚咧，大家真係要飲呢一個 Episim OK 嘅貴婦美容液。咁啊如果想要嘅話咧，就打2+1，咁當然啦，一哥粉絲有優惠啦。